样露营啊，露营可以用，也可以录啊。或是拍大片嘛，用露营。露营可以啊。他说国中在这里啦，他说在国中后面啊，对对都有没有啊？有了，但一定有小路的啦。好像火车要来了呢，好，试试看。试试看。对呀，在国中啊，这不是正门呢？对呀，这是什么呢？对，进去哎。右转中正北路3段。他说这样你要走中正北路3段啊。哎，他们弯进去了。哎，他们停在那里耶。哦，在那里啦。哇，漂亮！要弯过去，弯过去。啊，过去。哦，这里啊。